新竹市有全台湾头一间冠春博物馆，内面保存真侪英国冠春时期所使用的文物，逐年拢吸引7万人去遐参观。为了增加这博物馆的空间加设备，最近准备进行改善工程，希望延续冠春的历史甲文化。古早时代的拉里奥、爱国总馆、山东馒头，阁有较早使用过吹过用的人绳，一项物件就代表过去一段冠春内的故事。细汉在冠春大汉的时代表示，随时代进步，即马冠春是愈来愈少，博物馆对因来讲真有意义。因为我们是眷村长大的，那现在眷村已经几乎都被拆光了。那现在就是有个眷村博物馆，对我们来说，那种怀念的感觉啦，就是最大的意义啦。你像我爸爸也是啊，我爸也是行医啊，也是军医官啊，他这边也有放一些他军医以前用的这个设备在这里面，看的话也是蛮是感伤的。这间成立在民国91年，全台湾第一间的冠春博物馆。逐年吸引不少游客来参观，透过冠春文物，让大家保存过去珍贵的记忆。最近也准备进行改善工程，希望让博物馆设备更加完善。博物馆因为它是旧有的建筑去改造，它以前是一个办公室的空间，所以它在动线上并不是那么完善哦。那所以说我们希望说能够有效利用这宝贵的空间哦。然后我们也把常设展跟主题展的一个空间的位置做一个调整，相关的一些教室的部分，可以大家能够在这边也做一些课程的讲座啊，或者是一些眷村的一些特色课程的一些实作的部分哦。文化局指出，改善工程按算年底会完成，未来继续展示冠春文物，为少年线举办展览活动，保存冠春的记忆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